士林蛮爱的一家，然后我觉得这种是它很便宜，等下跟大家分享。就是这家。吃完，然后拿铁还没喝完，然后现在因为我是下午才有课，大概下午1点多吧才有课，所以就能够回去看一下剧，或者是不知道就是休息一下。好，结果跑回来看这个，中文名好像叫《我爱夏利》吧，然后就是以前的那种，以前迪士尼都会播的那种啊，超爱。超酷哎！两个乡下总来这边搭天轨，超好笑。能够接受假日拍的。好好笑。我来买早餐，然后等一下早餐完要去上9点的课，对，然后下午还有选日文课，蛮期待的啦。我今天吃了，我刚去买红茶，他们红茶还超好喝，然后贝果，然后好像是跟好球联名的，然后电脑开机。现在要去信义区的 A8这样子，期待。好不？而且今天最近的天气都很好他没有拍他的上半场什么的，然后他是做灯光的。平面设计。
回来了，洗好澡，然后今天会看 Julia 的片，然后刚刚用了燕麦奶，然后用了鲜奶茶，然后配朋友给我的，因为他在那边打工，而且真的是超好笑，我已经吃了非常多了，然后我到现在都没有买过他们家超好笑，耶！他的影片超赞的，我超爱。Hello 大家，今天呢要去咖啡厅，但是就我自己一个啦，然后就是去做东西啊、读书这样子，然后看有没有一些作业。OK， 先来那个东门站。